Hello， 大家好，我是嗰本分享书看福气来嘅。讲到社会福利工作，大家都知讲，这个工作需要有爱心，需要有耐心，今日也符合清大的社会责任。喺屏东啊，就有咧社会福利嘅单位百大儿之家，佢哋呢成立到更加已經很久嘅時間，專門嚟照顧人哋講嘅身心障礙嘅兒童啊，小兒麻痹症嘅兒童。今日呢工作內容啊，同單位裏邊有兩班精彩嘅故事呢。今日人哋貼喺有請到今日嘅工作人員來到現場，請佢哋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哦。人哋家家來分享佢哋嗎？首先來分享人哋嘅師母李雲珊。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屏東博大女之家130多位智能障礙、身心障礙孩子的媽媽。分享人哋師母啊，再來呢係人哋護理師雅琪。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博大女之家的護理師雅琪。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現場，哇，真歡喜兩位來到現場，因為有無窮嘅故事可以帶俾人哋嘅觀眾朋友哦。首先呢，想先來請教人哋嘅師母，師母想請教一下講，人哋百大女之家佢嘅成立嘅目的係乜嘅？更加嘅宗旨係乜嘅呢？屏東博大女之家是民國52年一個挪威的牧師，他有感動，坐了2個月的貨輪來到屏東的那個沙地上面，就是那個愛寮溪的沙灘上面。他因為在挪威，他是一個蓋房子的木匠，所以他就用屏東在地的竹子啊、木頭啊，自己蓋一些房子起來。然後專門要收留當時在流行的小兒麻痹的患者，因為台灣人的觀念認為有了這些孩子家裡很羞恥，所以他們通常被藏起來。可是挪威它是一個社會福利的國家，他們知道這些弱勢需要被照顧，才是這個國家算是一個有文明有進步的國家，所以他就把挪威的精神帶到台灣來。他也是一個基督徒，是一個牧師，他就專門照顧弱勢，他說挨家挨戶把這些被關起來見不到陽光的孩子找出來，然後帶到屏東的基督教醫院去幫他們不能走路的腳開刀、裝釘子、裝鐵鞋、拿拐杖，送他們受教育。除了上學以外，男生教他們一技之長就是雕刻，女生就教他們縫紉。所以他們現在這一群人差不多50幾歲，很多都在社會上成家立業。然後是這樣開始，屏東博大女之家這個的在是聖經上來的名詞，就是苦難者之家。然後後來小麻痹呢，在扶輪社的根除小麻痹計劃以後呢，小麻痹消失了。那我們開始收到一些智能障礙的棄嬰，從在我們門口撿到的開始，那我們就陸續到現在。那對這個挪威的蘇牧師呢，他將近80歲的時候，年紀大了，就回到挪威給挪威政府養。那當時他很放心，他說台灣人的教育已經漸漸好了，他要把台灣的弱勢交給台灣的孩子，所以我們就接棒了。原來係一個安慰他的目標。那想教一下師母，你喺乜嘅時間開始接觸一個百大女之家的工作呢？我是2003年接棒的。這前面還有幾位牧師，他們比較短期，那我接了18年。18年呢，18個年頭，哇，師母真厲害呢，接觸案嘅。那怎麼嘅時間會想到要來接觸一個百大女之家嘅工作呢？我先生也是牧師我也有感動照顧弱勢，所以我就來接了。然後我自己念教育系，教育系跟這個特教很有關係，所以因為我也是基督徒，所以我很有使命照顧這個弱勢。因為我們的聖經就說，坐在這些微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穌的身上，所以我們很樂意做。我們認為能夠做是福氣，懂得做事有智慧，所以我們很高興
愿意做这个工作。也看到也有生人呢，需要我们的照顾，需要我们的照顾跟关心，或者师母长有一个花一个爱心来照顾给人大家来接手这个工作嘛，吼。你我想要请教一下雅琪咯，师母佢喺幾時節來接受一個工作嘅？即個有冇想要嚟接一個工作呢？接受一個工作？我一開始也沒有想過會這麼辛苦，但是因為是護理背景，想說不同的領域可以試試看，所以就去面試了。對，那就進入了這一個行業，這樣。嗰時候畢業到，你第一個工作都睇下工作嘅嘛？我係第一個工作睇醫院嘅，還有睇醫院嘅，咱嚟博大尼之家嘅。做博大尼之家，差唔多19嘅。今年第9年。也幾久嘅呢？哇塞！你師母想要繼續來請教一下哦，就講人哋一個博大尼之家地位更加當係身心障礙嘅生人嘅角度嘛，一到按到嘅生人嚟啊，唔能愛照顧佢都老嗎？我們照顧到他們老，或是生命結束的時候，我們給他們做一個很好的 ending，讓我們其他還活着的孩子，很多都是相依為命，都是一樣是棄嬰，或是父母雙亡，或是就是沒有家人可以照顧的孩子，他們就彼此成為家人。那我們每次照顧到他們的生命終了的時候，我們也讓這些孩子一起很好的跟這個過世的孩子說再見，然後也是給這些孩子一個生命教育啊，因為我們是智能障礙，就很具體的給他們做生命教育，也讓每一個生命雖然是有殘缺，但是他們還是有很有尊嚴的終老這樣。哇，師母，你那個生人的按度都有講到8個的嘛？你地部的工作人員有1度的工作人員，要用辦的分批一個工作呢？我們有差不多55位的專業團隊的老師，他們是復健師、護理師、社工師，還有教保老師，還有生活輔導老師。我們是一個團隊。那我們針對我們每一個孩子，我們會坐下來給他們觀察他們還有的能力，還有他們不足需要支持的部分，我們一起討論出來分工，看怎麼照顧。基本上是教保老師一個人負責6位，然後再有情緒方面的會有社工來支持，或是健康方面是有護理師來照顧。還有就是功能，因為我們有孩子是不會走路的，或是手啊腳啊有缺陷的，那個就會有復健師來規劃來執行。我們一個一個的觀察手腳好的，然後是一天還是24小時還是要讓他們有節奏、有目的、有尊嚴、做得來的。去生活，所以我們才會有設計園藝，所以我們種菜、種水果，種了差不多1甲地。那有一些孩子，因為他們也有感情的需求那有一些動物是特別有感情的像狗啊、貓啊，連牛都有。其實羊也有一點，所以我們博大尼呢，其實是用12生肖來說是有一個社工老師跟我說，我怕動物，可是偏偏博大尼之家就養了很多動物。他說幾乎12生肖都有。我說怎麼會呢？我說老虎就沒有他說老虎是貓科你們有養貓那我說龍呢？說你們有一隻變色龍所以是12生肖都有。那這些都是養成我們孩子責任照顧動物，責任幫他清理，那動物會回饋他感情，所以在親情的需求上，他們會得一點滿足。那照顧動物，他要供應他吃，那孩子又會覺得養成他的責任那孩子們像出去割牧草，
他们成群结队，每一个人拿着一个推车，他又认为他们好像是很了不起的人，那又很像去郊游，那加上去晒太阳啊，去吹风啊，去接近泥土啊，去摸草啊，对他们身心都会有帮助。所以我们就是用复健师会设计他需要的，手需要复健还是脚需要复健，就是复健生活化。好，我们就是这样带领他们。安尼师母，应该想请教讲，也着专业的工作人员啊，因为看也着8个月生年的，今年迄在摕白胎儿自家直播嘛。安尼工作人员也享用也迄在摕白胎儿自家直播吗？我是24小时365天住在里面，但是我的工作人员第一线服务其实很辛苦，所以他们也是需要休息。我们是轮班的我们365天24小时没休息，可是我们是轮班的。无像个时段来做轮流我去头头师母按你讲啊，我比较讲你的工作真辛苦，可以同大家讲一下，你一年底杯你自家的工作很用办去进行。我主要是照顾重度跟极重度的孩子，主要是训练他们自我照顾能力。那因为我是护理背景，那也会支持着他们的健康管理这样子。那一整天的内容就是跟大家做的事情一样，但我们要怎么样让他自己可以完成这些事情？对，就最简单，可能穿鞋、吃饭。当然我们可以协助，哪人可以做，哪人做。我是希望他们可以自己完成的，就连再小的事情，我们都会做这样子的训练。对。观众朋友，当个师母从可以给人的分享真是了解到白胎儿自家给人做一个社会福利的工作啊，真是无简单呢。365年，虽然讲有轮班不过每年的工作的时间很长呢。不过也底背还有乜个精彩故事，也係本人感動的事情呢？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前面堂嘅記得你手機講，哇，原來白胎兒自家點解安排有很多嘅東西，全像動物園共用哦。不過今日嘅工作也是一定嘅辛苦，訓練嘅目的也冇共用。到底有哪條嘅訓練嘅課程呢？繼續來請教一下師母記得咯。師母，想去請教一下哦，就係講頭都有講到嘛，每日咧孩童睇底部嘅身心障礙兒童，今日嘅訓練都有冇共用嘅目的啊、目標啊，那你用辦去訓練佢哋課上又有哪條用辦去做呢？我讓你之家的這些孩子訓練的目的，除了說讓他們少有的功能不退化以外，還有一個就是讓他們減少依賴，可以獨立的部分盡量讓他們可以獨立。那因為是智能有缺陷嘛，所以他們的智能大多像重度的可能就是5歲3歲孩子的能力，那中度的差不多7歲孩子的那個認知能力，那好一點的輕度差不多9歲孩子的能力。但是我們有80幾位是重度像雅琪護理師他們照顧的是重度極重度，就是3歲還是5歲孩子能力所以我們為了讓這些孩子生活有節奏，生命有尊嚴，然後又減少依賴社會，然後又要用一個環保的概念，因為這些東西他們工作了一個有目的的療癒，然後有產品出來又能夠貢獻社會，讓好東西可以讓好朋友對健康有幫助，就是我們用這些基礎點開始，所以我們就用了園藝種菜這是養動物可以吃的部分是羊奶、羊肉、雞肉，還有蔬菜、水果、雞蛋這一類的。我說係用無共用的方式，譬如講本地人去做一個農業農產去做農事，
训练给人的一般的身体啦，也接触一下，本给人的心理可以放松安尼嘛。那我去人照顾的，头头师母有讲到，人个照顾的部分给人讲严重嘛，给人的训练的时间，不是会遇到某个情况，人感觉会困难的嘛。因为重度的孩子，他们脑伤就相对比较严重，所以你很常很多同一件事情，可能讲20次、30次以上都是基本款，那就会变成你，比如说你今天教他一个日常生活，最简单穿鞋穿裤子，你可能要训练1年，但也有学不起来，也有学得起来的孩子，那就是要每天的一直不断重复，对。可是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因为他们每天看到你就是笑嘻嘻的，对啊，你在重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就要更有耐心，对。那还有一些疾病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孩子不是到了老化年龄才会老化，他们可能有些20几岁，那因为他本身脑伤有一些癫痫什么状况，他可能在20几岁的时候就会出现老化，那我们就要用针对的方式、个别的方式去给予他们照顾的时候。就会需要很多的专业进入这样子，这是有时候我们在带这些孩子比较棘手的地方。我说就像照顾幼稚园还国小的青年的情况，不过人的对象係講，可能跟智力的關係可能安些，不過其他的身體就像太年安的，嗰種能夠困難的部分係點樣？安尼師母，你能除了專業的工作人員之外，你能有志工來特殊照顧嗎？有一些。但是这个智能障碍的孩子，你要先跟他建立关系，还要了解他，所以我们大多只有，像他们也是喜欢到外面郊游、远足这样，那时候就需要很多人力，那这些志工就会进来1对1的。像我们最感动的就是有一次台中金华代书。他们的天使志工团，就用游览车带45个人下来，然后带我们从来没有下过海、没有出过门的那很极重度、脚不能用、手张力很大的这些孩子，带到垦丁、南湾，然后可能4个人抬一个轮椅走沙滩，走到岸边。这些孩子第一次让他们的脚跟手摸到海浪、海水的时候，哇！这些孩子真的是给他们满满的幸福感那个从来没有看过的笑脸，都烙印在这些孩子身上，久久这些孩子都还在笑。很能讲话的，已经经过了2年，还是会说想要去下海。到海滩去摸摸沙滩。如果没有志工帮忙，我们很难把这些孩子带到沙滩上面。抽个按多年，然后100多个、8个月、4年的按你带出去，很辛苦的。这些部分真的需要志工。就是除了专业的部分之外，一个部分就需要有志工带多一种数来听数一下。还有一点是。这些孩子是人嘛，那我们大多是没有亲人的所以孩子也很有那个亲情的需求，所以这些孩子很善良，他看到有人愿意用亲切的眼神或是笑脸或温暖的手扶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你是我亲人。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说在母亲节啊、父亲节啊的时候，希望有人的爸爸妈妈可以借我们1天，让我们1天拥有爸爸妈妈的拥抱。特别是农历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团圆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不知道去哪里团圆如果有人可以跟我们联络，愿意带他们回家团圆一下，或者是来跟我们团圆一下对我们孩子都是非常无价、非常奢侈的对我们的孩子的安慰或是心灵的复健都是有极大的效果。安尼師母，係唔係有其他青年人啊、聽人嘅白家年之間，佢看到有其他
儿童會由爸爸媽媽來看見嘅，也係講像你頭先講嘛，由老輩人來看見嘅，結果某人來看見，他會不會有一些差別性？會有沒有親難過而安尼嘅感覺嗎？會有親人來帶的哈，當然很高興的可以回去，但是沒有親人來帶的。曾經我有一個孩子看到別人在過年節的時候，大節日的時候，有親人會來接他們回家，他也幻想，所以他也自己背着行李準備好，大巴小巴左邊背右邊背，就編到大門口去等。結果太陽下山以後，他垂頭喪氣的背着行李回到宿舍，他說他等着他，等不到接他的親人啊，這是我們都了解的，因為伯大尼本來有36位棄嬰，就是在小麻痹結束以後，那個時候開始收智障孩子的時候，當年的社會福利也還沒這麼好，民國80幾年的時候，所以有一些家人可能他們發現他們的嬰兒出生了，哇，不一樣啊！可能先生會責怪他，可能婆婆也會責怪媳婦，我不知道他們遇到什麼難處，所以他們直接把這個嬰孩就用一個搖籃，就放到伯大尼之家的門口。那我們抱進來的時候，一看，換尿片，臍帶還沒掉，但是上面有一封信。他說：“伯大尼之家，我拜託你們幫我把孩子養大吧。”他說：“天下沒有人願意拋棄自己的骨肉，但是我是一個心碎的媽媽。”我們就把這個孩子養大，這個孩子現在已經將近30歲。哇！好彩有師母唔得呢，哇！我見到恩用一條生年嘅恩用問題。真是大家都唔掂嘅嗬，安尼硬起，唔能對佢哋嚟講，唔單止係工作人員，唔能都搶佢哋嘅爸爸媽媽也係阿仔強用，佢哋有你冇來，佢哋會唔會傾向唔得啊？會啊，安尼有時姐係老師，有時姐會做朋友，有時姐就會做家人安尼。像沒有家人的孩子，我們老師們如果盡可能的是會盡我們能力，除了志工的幫忙，我們也會帶着他們就是出門這樣。然後我們如果放假，像有自閉特質的孩子，你放假前一天，你一定要跟他說，哎，天公姨不用搞哦，因為如果你在隔天，他會生氣說你為什麼昨天沒有來？對，冇可還會同佢報告一下講啊，天公姨我撩哦，冇可能當佢結果見相，就冇用冇來安尼，哇，安尼師母，你能照顧到安好，又不給人安好嘅訓練課程，結果又訓練出來，誒，看到人有帶安到目標嘅，一度也係訓練嘅過程之中做出來嘅嘛。我是80幾位手腳還可以用的，就給他們分別是養羊，種鳳梨，種蔬菜，種水果，種紅豆，特別是紅豆，紅豆農民笑我們他個派氣，用辦公呢？因為我全程沒有用農藥，草是用拔的。那肥料不是用化肥，是我們用米糠、用豆渣用一些微生物菌去發酵做成營養劑，然後去施肥。然後紅豆在屏東種的時候，專業農民都是紅豆長成以後要收成以前，他是用一種殺草劑把這些紅豆株都讓它枯萎，然後再用機器開下去就整個收起來了。那我們這個時候正好讓我們重度的孩子有工作做，平常重度的孩子很難說要養羊養牛種菜，重度的孩子草跟菜認不出來，甚至他們摸土可能會當食物吃，所以我們通常只要很乾淨的部分才敢給那個50幾個2、3歲孩子能力的參與
然后我们就会到要收成的时候，我们会让可以走路下田的孩子，还有认知可以的去挑，从草跟豆株之间去分别出来，一株一株的把红豆拔回来，连土这样拔回来，然后来到我们的篮球场，就把这些豆株晒干，然后就开始豆荚可以抓起来，然后这个抓起来正是大小肌肉的运用，还有这样出力拔起来，也是我们把复健室里头该做的复健搬到这边来夹菜，把这些豆子分别出来，红橙橙的豆就出来了。原来安尼，哇，观众朋友。你看，今日很用心哦！你看，安尼细年啊，今日的课程唔但只可以照顾今日的身体，也要照顧今日的感受哦。還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白太兒自家等一下繼續過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谈的師母今日介紹講其實今日的訓練啊，還有做出很多無共用的產品哦。到底還有哪條產品可以同大家推薦一下呢？繼續來訪問一下。師母，頭頭有講到啊，可能有中風頭的啦，還有看到很多的東西，還有其他可以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嗎？我最近因為有新的產品是鳳梨酥啦，這個鳳梨酥是我們有差不多將近2甲地種的是鳳梨，那我們鳳梨就可以讓孩子曬太陽啊，鳳梨跟草差別比較大，所以讓我們孩子去除草，給人分得出來然後訓練他們被鳳梨葉子刺的那個耐力你會唔會佢機啊佢衝啊基本給人衝到孩子都可以接受戴手套啦然後當中有一個孩子特別明顯他是一個水腦症父母都是智能障礙的孩子高中畢業以後他不知道他要做什麼，然後在我們園區每一樣工作他都有去試，最後他喜歡種鳳梨，然後種完鳳梨他還會分別鳳梨成熟了，然後很有成就感的採回來，用推車推回來，然後我們就做成鳳梨酥。我們很專業哦，味道很不錯。你可以來上課那些呢？那個是檢驗過的哦，是沒有問題的哦。哇！大家眼能來試看那些給人做的鳳梨糕，你享用好食呢？對呀。那師母，那除了要給鳳梨糕，給人去種鳳梨嘛，做鳳梨酥、做鳳梨糕的時間，也會給人自己做嗎？我們有參與學生做不來的部分，我們老師會去幫忙最後安全可以讓學生做的時候，我們就讓學生做包裝比較前端的削鳳梨皮啊什麼這些我們讓學生做但是我們有讓他們戴口罩戴手套安全都考量到了也係享用有食品的安全的標準，這也是檢驗過的沒有問題然後我們比較珍貴的還有那個羊我們現在有150隻羊乳羊，因為那個我剛到的時候，我看到我們因為團體居住在一起，很容易感冒，很容易咳嗽。那我就想，我這150這麼多個孩子，我怎麼照顧他們才不咳嗽，才不會團體感染？然後我想起，本草綱目上面提起羊奶可以保護氣管，所以就有畜產所的所長教我怎麼養羊，從6頭羊開始，從怎麼擠羊奶，怎麼接生開始。我現在150頭因為羊奶實在很多，所以我們就做成羊奶香皂。然後我們因為不是盈利單位，所以我們不洗本啦。成分都很好。最後就民意的田野裡面，這個生產的食材啦、材料都用在地杯嘛。哇，觀眾朋友，條到安尼師母安尼紹介啊，送一下有個鳳梨糕面。真好吃呢，無事都不買哦，享用清酥清香，食得到鳳梨的甜味哦，享用地杯啊，有個鳳梨，今天這個做的磨砂有個土鳳梨呢可以支持一下
好事咯。安尼话，你能睇训练也得做农业的夏天的时节啊，你有去参加吗？我如果带众多的孩子，就是以安全为主，那参加的会比较少，没有错。但因为我们院内推这个的话，它主要就是像师母刚刚讲的，他工作训练之外，他其实可以学习那个团队训练。那各个大自然的感官刺激，我们重度孩子主要就是由自然感官刺激，因为就跟我们正常人一样，感官刺激满足了，他的很多行为问题就会减少。我参加的部分没有像师母那么专业，但我是带着众多孩子去采土啊，吹风。对对对。香草植物的时候，他们给采来闻香，或者他们回家泡茶给他们喝。如果九层塔，他们回去煎蛋给他们吃，有味道的感官比较。因为可能同人一般的人教育，可能也会有情绪，也会有压力嘛。可是，可是可能用那种方式在接受的时间，接受太自然，可能也可以有一种舒压的感觉嘛。师母，安尼的话，可能除了睇博大尼之家底部的睇工作之外，可能会出去哪边同人家互动嘛？像头都有讲到去海边嘛，那是出去撩的，可能真是会有出去同人家互动啦，推销可能也可以做出来的东西的机会吗？我们非常感谢主妇联盟合作社，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卖有机的产品的小微合作社。那它每个星期开放一天，让我们到它的合作社，让我们的孩子带菜、带我们的鸡蛋、带我们的鱼肉等等到他们合作社那边摆摊，那我们的孩子就有机会跟一般的人去融合，让他们就带着我们的产品去，他就真的我们是老板，然后大家就来买，他们就很有自信。这些购买我们产品的人，其实就是这个时候就当了我们的特教老师了。因为让我们的孩子快乐让我们孩子有机会跟一般人去互动，然后我们的社会适应就会好，就不会说我们一直在里面没有跟人接触，然后他的人际关系还有他也学到这边，然后我们就是融入主流社会。主流社会的人接纳，也会吃到我们很单纯，因为我们智能障碍，我们不可能动手脚那我们智能障碍，我们不是营利组织，所以我们不收本的，就是尽力的呈现，让好东西，让善心人士得到健康。是啊，谈好了安尼，师母你们底部的一个产品全部都有亲有爱心、亲有爱的能量在底部呢。安尼今年在互动的时节有发生过像人家讲我要什么，结果拿不出东西本给，会不会有一些沟通上的误会那种情形？当然是有一些人会害怕智能障碍的但是毕竟我们台湾社会是越来越进步这个是会有但是慢慢的，如果他有慢慢的跟我们接触，也会认识到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其实是天使甚至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来到博大尼以后，他就发现说我在家里是天之骄子我不用工作，我爸爸妈妈都很爱我，都不缺，可是我从来不觉得我很幸福，我也从来快乐不起来我父母送我去学校读书，送我去补习，我都还不配合，可是他们来博大尼以后，他发现这些孩子能力只有一点点，可是很努力的工作，还都是用笑脸在工作然后他们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要求说，借我一天你的爸爸，或借我一天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家让我去一天在你家吃饭好吗？这些孩子会想了一下，原来我这么幸福原来我有爸爸，原来我聪明，原来我可以去学校读书都读得懂原来我们智能障碍孩子成了一面镜子，
曾经有一个孩子因为这样说，好，我不要翘班翘课了，我要回学校读书，我要认真读书，我将来要考医学院，我要成为帮助弱势的人。这个人真的考上医学院，哇，在左营。他妈妈亲自来告诉我，就他翘课不去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团队要来博大尼，他就邀他来。他来以后，他那一天这个孩子醒过来，所以他说我们的孩子比什么諮商师、心理医生还厉害。我们极愿意帮助人。如果你愿意来，我们的孩子或是我们的大门都愿意开。跟我们社工联络，我们都愿意。你看一般的民众假使讲我去北大尼自家地杯，去做一個參訪，也去做服務的話，人哋按用辦的時間過去過好，也係講有按用辦去聯絡呢。博大尼之家設有社工室。社會大眾，你們很幸運哈，2.2的人口是智能障礙你們很幸運，你成為健康的人。健康的人愿意来的话，请跟我们社工室联络，0873672264转社工室，社工室会做安排。嗰時候先電話聯絡，打電話去聯絡，確定好時間呢，就可以去做一個參訪，所以也沒有限制太多條件，只是要先聯絡。要先聯絡。原來安尼。觀眾朋友，聽到這邊啊，係唔係感覺我哋自家真幸福呢？今日聽嘅兩位帶來的故事，真是感覺到我哋北大尼自家今年的工作，真美態，真有愛心哦。你看，按到生日呢，不但想要照顧人的身體，也要照顧人的心靈，本人可以用到安好的產品生產出來俾大家，真是冇簡單呢。再一次感謝兩位帶來安感動人安好的產品俾大家感謝您。謝謝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來當我們孩子的親人。我們能夠付出是福氣，懂得付出是有智慧。冇錯，也就係我哋福氣來嘅。今日呢，停頓時間來運動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親子瑜伽，先生邀請阿咱的大朋友、小朋友來同阿咱同學來做運動。恁準備好了嗎？小朋友，加加來哦！來看阿咱隔壁嘅阿靜小朋友，來同咱做瑜伽示範哦，同同學做哦。恁準備好了，請放起來。團來做暖身運動，好，兩隻腳打開來，好，跳嗱啲上面看，下面看，右邊，左邊，老人看呢，一看。將佢我綁上來哦，上，將條綁鬆，七，好來彎片，一，二。3、4，好嚟，你揀條啲後背老人看呢，好細看，好帶動你嘅手肘，手臂。
好，的前面一样带动的手臂，好，更加的脚打开来，好，变一个 V 字形。好，数慢慢的变个脚趾条，侧弯腰。好，再慢慢的变个你的脚踝，再下去息。好，两只手秒脚，好，头拿，尽量靠近你的膝盖。跪在中间，前面，好，慢慢的用个另外一只脚，可以的话，尽量靠近你的膝盖。好，跪在中间，眼皮放起来。好，更加嚟坐下來，一前一後，好，將個手來拿個腳趾頭，來做一個腳開合的動作，打開來，記得咯，腳尖，手打開來，延伸延展，好，合空來。腳尖打，合空嚟，腳臀手同時哦，嗬，3、4、5、6、7、8、9，記得咯，你嘅背囊一定要伸出來哦，冇抱背唔可以變安尼哦。好，小朋友要伸出來嗎？好，伸出來，數下嚟，好，注意力打開嚟，好，嚟做嚟側彎腰。慢慢的過來，彎片側彎腰，用腳看你的天空。一樣哦，按你試看的心來爬樓梯，1、2、3、4，在前面爬。做停留，好，爬過來，好，按來面對面，腳豎下來，好，面對面，好，同啊，不用豎個腳，好，更加同腳硬放來哦。可以的話，伸出來，唔可以唔怕。來，兩隻手把你嘅腳，好慢慢的可以的話，你手，你腳一定要腳趾頭伸出，慢慢一時唔怕嗬。來慢慢的伸出，下來，再踢上去。好，注意哦，唔踢上去嘅時節，唔可以抱背，唔可以變安尼哦。有些人會變安尼哦，安尼係唔錯嘅哦。唔嘅背囊誒伸出來，條那講有一個手嘅綁出，來，好，數下來，再一擺來鬆。
下来，好，慢慢的下来，泡泡噶，更加稳片的哦。还要可以训练俺们的脚的一个肌耐力之外，还有柔软度，还有小朋友在上课时间唔可以表演咱的倒下去的哟，吼，一定要省车的哦，控制好哦，我的重心一定要来做好，好，慢慢的下来，再踢上去，唔好扑背哦，好，下来，3。然后4，好，慢慢的下来，泡泡噶，好，更加来挑战哦，我来变数的哦，吃可能性哦，好，来慢慢的上去，好，一扎数绑好，一扎数变，好，看呢，1、2、3，看。好，看观众朋友看啊，看耐心，看眼高梦，控制好，加油哦，你做得到哦。好，慢慢的下来弯片，省车，好，绑好，两数，1、2、3。4，控制好，做唔到唔怕，不用下来先休息一下。好，慢慢的下来，好，更加人的身体要变得足嘅，像足嘅，细细角角，好数，不用嘅天来下，好，不用嘅足嘅压脚，นั่ง好，好，不用嘅足嘅哦，好，不用嘅长方形来。肚子要平哦，肚子要平，好，慢慢的数下来，好，再来哟，好，准备来上去，小朋友唱好了哟。好，一片，这副一本同小朋友的这副牙放来，唔可以低后背，好，安尼他腰的唔错个，好，阿背，可能性可以不用伊咧鼻液体呀，可能性像做嘅样的平平，慢慢的下来，好，很棒哦，好，最尾的动作，那做伊咧溜滑梯，一样哦。一样安尼，好，头都系脚弯弯，更加脚伸出，像咧溜滑梯，好声音呢，请好搞溜滑梯哦，哈，来准备手，1、2、3、4、5、6、7、8、9、10，哦，做到诶，很棒哦，好，来再挑战，好吗？挑战一摆哦，来，准备手，1、2、3、4、5、6、7、8、9、10，好，做到诶，好，慢慢的放起来。今日动作能记得冇？好唔好冇？能好好运动。下摆弄来了。